师团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确实，军队主，日军队主，无论什么款的环境，咱拢军队主。咱今仔日嘛，军队主的脚步来到主的殿院来敬拜伊。感谢主，互我嘛有机会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的内面。后段苏荣长老有介绍，我目前服侍的所在是伫总会的历史档案馆。这个馆的所在，就是伫南神的校园的内底，伫新老病院的附近，中会事务所的隔壁。迄个所在是咱长老教会专门咧研究、咧典藏教会历史的一个单位。咱知影传道书爱有教会来遮看，所以中嘛派夏牧师诚做我的督导。夏牧师以前是传道部的部员，阁是总会历史的主委，所以安尼双重的督导实在是真好。我的母会是伫龙田，恁敢捌听过即个所在？坐火车拢会到吼。我的爸爸就伫迄个所在咧牧会，所以阁加一个牧者来督导、关心、关怀，迄是阁较好。所以请大家嘛为我祈祷，我还阁咧操练，阁咧努力咧进步，请你嘛为我来祈祷。咱即是阁一摆来感谢，向人上帝，阮感谢你，满心欢喜来到你庄严的殿院，互阮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娱乐入你的院，就感谢你，因为你是好。求你帮助阮，互阮的不有，是因为主伫阮的内面，是因为阮看见耶稣为阮所成一切。毋是因为这个世间的代志，乃是因为有耶稣，阮有一切。主求你也帮助阮，互阮的强盛，毋是人所看外在的强盛，因为有人要靠车，有人要靠马。独独我要讲起耶和华阮的主的大名。主帮助阮，互阮的强盛，互阮的心内气力会当勇行起来，互你的灵伫阮的当中帮助阮敬拜，互阮无论去到倒落，拢跟对你，知影上帝看顾阮，愿你接受阮的敬拜。祈祷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三甲第二这个所在真好势、真舒适的环境。咱嘛知影台湾慢慢疫情的高峰已经要过去，所以台湾会当讲是全世界相对真安全的所在，你有同意吗？台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啊！咱台湾阁真平安，总是。世界还阁无真平静，超过2000万人得到这个病，超过50万人因为这个病来死，所以还阁真挑战，阁真大。总是咱有看见台湾最近因为这个 COVID-19 的疫情有较好势，咱的各界拢在盼望解封，所以3倍券你去领未？你们去预购了吗？但有真侪即个政府的解封的措施要出来，咱都敢若真想要转去到过去迄种的正常、稳定的日子。但是你若甲想看卖人的生活，敢真正有太平的时阵？真的有太平盛世吗？还是讲咱定定咧面对新的混乱、新的调整、新的出发？就亲像头拄咱的圣歌队所言，你军队主会嘛会拄着真侪挑战、真侪试炼，所以真正生活的困境真正足侪。你目睭铁开着真侪代志，对毋对？你目睭铁开着爱面对世界的挑战，但是咱要安怎用深信、用信心来经验上帝为咱备办的一切？咱的信仰毋是伫天顶咧飞，咱的信仰是真正。实践伫每一天的生活的内面，真正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内面，你会当去体会到上帝。咱要安怎去体会到上帝为咱备办的一切？这个关键，就是在伫用信心的眼光来踏出第一步，来看到伊是一个美好的上帝。伊要来问讲，伊是豆腐，毋是豆腐哈，豆腐就是咧讲好。上帝真好，上帝创造世界，伊讲真好真赞。咱的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现在请你甲你边的人讲，上帝是好。所以诗篇106篇有讲，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有讲到上帝是好，伊的慈爱
永远伫地。上帝是一个美善的上帝，上帝不会给你找茬的。上帝袂故意要甲你安怎，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但是咱若来甲看今仔日的圣经，这你可能对主日都一直听到即嘛。这是一个真熟的故事，这是最近普世经课表准备的经文。最近的普世经课表拢咧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经课表就是讲全世界有千万间的教会，伫即个时间拢用即段咧敬拜。你甲看咱所看到的亚伯拉罕，经过济的代志，前拄着战争有牵线。他家里面有一本难念的经伊的家庭，伊的太太本来袂生，上帝互伊有生产，但是佮拄着伊的太太甲女婢中间的即种的怨斗，即种的精神。亚伯拉罕真无简单，经过这个代志，才慢慢好势落来。伫伊100岁的时阵，佮得到一个囝，一个可爱的宝贝囝，一切敢若拢进入这个轨道。但是上大的难关走出来。你甲看圣经咧讲，这个代志以后，就是咧讲要有代志要发生一个转折点。这个代志以后，上帝为着要考验伊，要试伊，刚才是要强化伊的信心，互伊爸囝拢会当经验到上帝是超过伊所求所想的上帝。所以叫亚伯拉罕甲伊的囝献上，当作是烧祭。这真残忍烧祭是爱抬爱烧。所以圣经真有咧刻画这个亚伯拉罕的心路历程伊的内心的世界。当因亚当要抬落去的时阵，上帝甲伊阻止，嘛鼓励伊有敬畏的心。最后，佮备办羊羔来代替烧祭。所以，若真诶创世纪22章诶故事，大家拢足熟诶，可能你倒背如流啊。但是其实，互人足歹接受诶，就是讲，有人可能会问讲，上帝哪会遮尔残忍？上帝真无简单，才互亚伯拉罕生一个宝贝囝，真正所疼诶囝，佫是正统诶献美诶囝以撒。即马要佫甲收倒转去。这情何以堪？有人咧问上帝，敢毋是禁止即种异邦异教用人做献祭即种的习惯、即种的歹的、即种的风俗吗？若以撒若死去，上帝要会当实现伊对亚伯拉罕的即种的应允，互伊做济国的老爸。佫上奇怪的是，亚伯拉罕哪会敢若一点反抗拢无？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我嘛是足天人交战的这个是阮囝有够水无？这伊3岁即摆伫厝咧画图3岁足够水这我甲你讲，你会较够水因为全世界爸爸妈妈拢感觉家己的上够水这一顶礼拜伫教会咧练圣歌队真够水的囡仔3岁，遮尔可爱的囡仔。我来想讲，上帝若对我讲这段经文，我毋知要安怎回应。这是非同小可的。以撒可能比伊较大汉，以撒差不多十几岁差不多国中的迄个情景遮尔可爱囡仔，抑佫互咱无法度理解的是，亚伯拉罕伊竟然着安尼行入这条艰苦的路，伊行3天，非常的痛苦，内心。伫遐咧滚甲，心内咧想的就是，伊要甲伊所疼的囝来分开，佫是亲手结束伊的生命。哇！上帝对伊的挑战哪会遮尔大？但是你真袂问唔对，这是一个挣扎的经文。咱的生活嘛，定定拄着这种挣扎的情景。真侪时阵，咱真正唔知影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上帝。咱讲上帝创造世界，对不对？莫讲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一只病毒就互人挡袂掉上帝
有时阵伊的心意咱无法度了解，也是讲咱有时阵是伫理性、伫头壳、伫认知信仰的即回事，敢若伫信伫遮无真正信伫你的心肝的内面啊。所以有时阵咱拄着苦难的时阵，拄着枵疑的时阵，拄着混乱的时阵，拄着困境的时阵，咱就真容易对上帝失去信心。也是讲咱搁在期待迄种平顺的生活，拢莫拄着苦难上好，拢莫拄着代志。但是，请问伫这个罪恶对落的世界，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10之8九。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对创世纪第2章人犯罪了后，这个世界就走进去啊。也是讲咱有时阵咱的信心是起起伏伏，好到咱的长老带咱的祈祷讲。人的信心敢若亲像海涌，你若伫迄个所在徛无在，你对上帝信靠无够，你就会起起伏伏。也是讲咱嘛定定亲像阿伯兰共款，对上帝的话拖拖刷刷，讨价还价，会惊失去。当环境无啥顺利的时阵，咱就开始倒退。也是讲。上帝啊，你到底敢有甲我同在啊？你敢捌问过这个问题？还是讲人定定会陷入伫世界这种宗教的心理？咱看最近这个妈祖咧绕境，对不对？宗教一般的宗教的心理就是，我甲你拜，你互我好处。但是这是一个交换呢，这是一个宗教交换的心态，这是消费性的宗教，不是真正的信仰。咱搁回头转来看阿伯拉罕，上帝看到伊的时间已经到，要来考验伊，提升伊的信心，互伊会当成做互万人得到福气的使命。所以伊甲咱的所有人拢同款，伊毋是忽然间就变做一个信心的老爸。你去看圣经头前21章头前，阿伯拉罕搁伫遐起起伏伏，他也是个凡人但是伊的起点。就是伊回应上帝，甲上帝讲：“我伫遮。”上帝，请你甲你边仔的人讲：“我伫遮。”这甲你边对，咱甲上帝讲：“我伫遮，我在这里。”阿伯拉罕伫这个过程的当中，伊互信息的上帝来帮助伊。咱来用英语来理解，就更加了解。上帝是信息的上帝，上帝是 faithful 的上帝。上帝是会当互你倚靠的上帝，上帝是互你倚靠袂倒的上帝。人讲靠山山会倒，靠海海会焦，上帝会当互你倚靠。上帝袂拄久，上帝袂顿眠。上帝是说到做到的上帝。就亲像你咧抱囡仔的时阵，你个囡仔的重量拢伫你的身上，上帝是互你会当倚靠的。帮助伊会当来信靠。这个用英语来理解就是 faithfulness， 人的信靠，甲上帝的信息，加起来就是信心，就是 faith。所以阿伯拉罕伊会当讲出上帝要家己陪伴小济的伊碗，这款的信心其实就是上帝的信息加上伊的信靠。所以有圣经咧翻译讲。阿伯拉罕伫即个所在，伊无惊吓来敬上帝，还是讲无惊吓来敬畏上帝 ，fearlessly fear God。伊疼上帝，上帝疼伊到一个程度，互伊的心中无惊吓来敬畏上帝。兄弟姊妹，你敢会惊上帝？还是你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你会不会怕上帝？不是那个害怕的怕。你敢真正有甲上帝当做一回事？敢真正有敬畏伊？有敬畏，包括敬听，佮有尊重。所以阿伯拉罕伫伊个当中，上帝听帮助伊，互伊袂惊失去伊上听以撒，互伊对上帝敬畏大过失去以撒的惊吓。所以兄弟姊妹伫听的内面，你就看到有信心。因为听内底安怎无惊吓，在爱里没有惧怕，
所以有上帝疼，就有信心。倒位有信心，倒位就有疼。颠倒头过来讲，倒位有疼，倒位就有信心。咱咧看耶和华以勒，你搁较好的翻译是耶和华有看见。即个以勒原文叫做 Ire。即个以色列人因读圣经读到即个耶和华的时阵，因为着要对上帝敬畏，因毋敢叫上帝的名吼。所以你若看到耶和华，你爱甲读阿多乃，阿多乃就是上主的意思。所以阿多乃以瑞，上帝有看见，上帝有看见，伊自然就会陪伴。阿免，上帝有看见，伊就会陪伴。因为因为咱的上帝毋是青梅的上帝，咱的上帝是有看见的上帝，伊有看见，伊就有陪伴。因为因为上帝有看到你，有看到你的内心，有看到你的生活，有看到你每一天你所拄到的条件。上帝有看见，阿多乃以瑞，所以伊会甲你做伙，伊会用伊的疼充满你，会陪伴。所以上帝用羊羔来代替以撒献祭，这是咧代表上帝替世间人陪伴耶稣做赎罪祭。所以圣经咧描写真趣味吼。阿伯拉罕献祭迄个所在，差不多就是千几年了后，所罗门王起圣殿的所在。还是讲耶稣后来钉十字架的所在，拢伫迄个附近。上帝早就看见啊，上帝早就已经在陪伴。上帝看到你甲我，看到人伫罪恶中间起起伏伏，所以找伊的独生的圣囝来到世间，参与苦难，去拯救咱。所以啊，这上帝无予以撒成做赎罪祭，无予以撒成做烧祭。伊予伊的囝耶稣成做赎罪祭，毋通袂记是这是上帝拆离家己的痛苦。咱讲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囝、圣神，上帝撕裂自己，伊甲伊的囝拢予世间人，伊甲伊的囝拢予你，伊就无可能袂疼你，伊就一定疼你到底。所以约翰第3章甲咱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的圣囝来互因，诚做道路，诚做活命，诚做光灯。所以真正有信心的秘诀，就是抓牢耶稣。你有耶稣，就是抓牢上帝疼。你有耶稣的爱，就有信心；有信心，就有疼，伫内面来起造。深信耶稣十字架的疼，互咱会当专心相信。上帝是好的上帝，安尼即摆咱每一礼拜拢在看即个十字架，对毋对？咱的信仰毋是高深莫测的信仰，咱的信仰是足接地气的。十字架两话，就是咧讲上帝疼人，人疼上帝。还的即句就是咧讲彼此相疼。我们的信仰没有很深奥的，咱的信仰就是安尼，伫疼的内面，上帝成全。上帝甲咱讲，伊是好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挑战，看起来敢若超过人所想的吼，那会遮尔不可理喻安尼吼。但是类似的情景，其实就会伫咱的生活来发生。圣经的故事，定定是甲即个上极端的代表，甲伊表明出来。请问你感觉对你的阿囝，还是你的阿孙来讲，来，你棒棒糖就好食，对毋对？互爸爸食一嘴好不好？你有讲过这样的话吗？哦，可能加减有吼。但是请问你咧，甲伊安尼要求的时阵，你敢是真正要甲迄个糖仔抢倒转来？毋是吼，你可能是咧甲伊滚耍笑，可能是咧测试讲伊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疼，敢有比即个棒棒糖搁较疼，搁较深？咱当然袂真正甲迄个物件摕走，咱可能搁要互伊搁较好的物件，搁要搁较来疼伊。所以上帝对咱的生命就敢若亲像即款的放大版，伊毋是要甲咱，敢若甲咱滚耍笑，伊是要透过试验、透过考验、透过挑战，用疼
帮助咱的信心来成长。所以罗马书第8章甲咱讲，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是生的，是死的，安怎，拢袂为过当上帝的听。上帝请超过这一切。所以咱伫这个过程内面，敢若亲像咱这个阿伯拉罕同款伫过程的当中，来一步一步，互上帝来带领，建立信心。互咱的信仰毋是敢若伫起跑点底下原地打转，互咱真正会当开始来行，对伫这个过程的当中，看到上帝甲咱同在。所以毋是敢若看阿伯拉罕的行为，乃是看伊的心，看到伊明白上帝是好，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上帝是疼咱的上帝。我嘛要用一个例来回应这个故事。伫咱台湾的宣教史内面，咱真侪人拢真熟悉的巴克勒牧师，伊是咱真侪人心目中的信仰巨人，一个真伟大的牧师。伊来台湾办报纸、办新人院、办中学、办公报社，翻译圣经。咱头拄所读的圣经，咱即马搁咧用伊翻的圣经吼。但是伊一世人安尼服侍的动力，其实是对伊少年的时阵开始，伊16岁的时阵开始所写的一个伊甲上帝的誓约，一个 dedication。伊回应上帝要来，互上帝来用。即台就是伊即马台湾第一台印刷机吼。我所服侍的单位就是咧负责教会文献、文物的整理甲研究。即马即台印刷机已经可以当印物件吼，即个古董的印刷机吼，咱的公报一直到现在。但是咱看到巴牧师，伊一世人服侍上帝、服侍教会60年。伊毋是无拄着妖异的时阵，这个宣教师来台湾，互人踢笑，互人破屎，互人破尿，互人放火烧，互人赶。伊毋是无拄着怀疑的时阵，伊慢慢冒着性命的危险，去甲日本军讲和平的代志。伊的牧师娘过身，嘛互伊真大的冲击。伊晚年所翻译的圣经，佫险险互火烧去。佫最后巴克勒牧师伊是中风过身的吼，所以伊晚年迄段时间真痛苦的。伊毋是无拄着恶当当的事，但是伊每一年伫伊的献身文来签名，重新来甲上帝来立志。伫即个挣扎的内面，互上帝手来牵。伊知影上帝有看见，上帝有陪伴。这个就是伊所编的字典吼，你不可想象对不对？拄啊编台语的字典吼，不可想象吼，伊的台语可能比我较好吼。这个下门音的字典，到即马搁咧用吼。这是巴克勒所翻的圣经，头拄有讲，咱咧读的圣经的底本就是伊所留落来。正手边是巴克勒的衫，伊的衫有4个破空，遮一空，遮一空，骹头有个2空。请问你敢知为虾米？不是像现在年轻人吼，牛仔裤买来先乌2空吼，毋是吼。为虾米伊有破空？对，伊逐工跪咧来祈祷，跪伫眠床，跪伫即个眠床边仔来祈祷，为教会祈祷，为新人祈祷。为伊所疼的兄弟姊妹祈祷，到伊的衫有破空，我即摆嘛咧整修伊的衫，希望咱家己做真好的保存。这是伊过往要出山的行列吼，中迄条就是青年路，公报社头前迄条路，伊要挖起太平间教会伫遐举办告别式，这是伊种植的相片。伫墓地吼，伊最后是待伫即个3分仔的墓地。3分仔你敢知伫倒位？伫差不多开元路迄个所在吼，开元加油站上早是待伫遐吼，
1935年过身是待伫遐。后来1938年，日本政府要甲台南市做都市更新，才甲迄个伊的梦对遐刷来即摆的南山公墓的迄个所在，伫即个所在。所以你看伊甲家人做伙埋葬伫即个所在，一世人知影讲上帝有看见，都奈伊瑞上帝的陪伴。这是头拄咧讲伊的 dedication 16岁的时阵，16岁我都毋知我咧创啥，但是伊跟上帝说：“主啊，我要回应你。”去到远远的所在，从来毋捌听过的所在，逐年生日拢签名。到伫最后一年，过往迄年无签名，因为伊生日还袂到，伊就过往。所以咱对伊的故事来看，无论是阿伯拉罕也好，巴牧师也好，上帝有时阵是会当用常理会当明白的上帝，但是有时阵伊的旨意更较是超过咱所想的。你爱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除非你用信心来经历。兄弟姊妹，会看见的，就毋是信心。你有阿门吗？有看见，就是叫做啥物？就是叫做看见啊。无看见的才是信心。就像耶稣对多马所讲的：“你看见就看见啊。”遐个无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气。还未看见就相信，迄是用灵性的心来看，用你的灵性的 vision 来看。敢若亲像神家咧讲的，齐克果所讲的，信心的纵跃跳落去，就是讲你知影上帝伫迄个所在要甲你神的，但是你看袂到，但是你犹原好胆，甲伊跳落去，你知影讲上帝伫遐保守。看袂见的相信，才是真正的相信。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上帝，毋是应允咱逐工拢袂拄着代志，毋是应允基督徒就是一帆风顺。咱的信仰是伫风影的当中，上帝应允甲咱做伙行。上帝伊陪伴咱，上帝伊有看见，伊比咱更较看了更较彻底，比咱看了更较超前部署。上帝有看见，所以伊会陪伴。所以嘛，互咱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毋是用你的目睭，是用咱的灵，伫真理的内面来看见，来敬畏阿多奈伊瑞，上帝听，上帝恩典，甲咱同在，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无顿眠，你是有气力的上帝，你已经看见远远。看见人类的过去、现在、甲未来，主，互阮用阮的信心、真心来挖靠，伫生活的当中，互阮活伫团队的内面，活伫听的内面，活伫教会兄弟姊妹三听的内面来见证你的听，因为你活伫阮每一天的生活内面，互阮每一天拢经验福音的气力，互阮每一天拢经验新鲜活泼，上帝你的灵的气力伫阮的身上来做工。帮助阮深深相信，互阮无抵到，因为风影，阮就跋倒。互阮伫风影当中看见上帝你掌权，上帝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的王，成做阮的上帝。感谢主，俄勒主，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